但你話相對於其他，例如可能騰訊啊、美團啊，其他啲即係比較大隻嘅即係科技股啦，其實佢都算係比較跌得少。咁如果你話可以留意住佢大概呢，其實嗰、個、較早前一個裂口位啊，可能喺9月中嘅時候個裂口位呢，嗰、個位大概可能落多三四蚊度啦，大概可能例如147蚊至152蚊，即係依家個位。咁如果假設真係跌穿咗呢一個較早前嘅一個比較大嘅上升利口支持位呢，咁更加要做翻保守啦。咁你話暫時呢，其實佢依排佢都係喺可能152、153蚊呢個位呢。如果企得住，其實都仲可以觀察住先都得。但係你話如果真係跌穿咗個位呢，其實要更加小心。即係我擔心其實可能個業績啊，或者可能上半年其實大家都憧憬緊，可能例如馬雲啊，或者阿里巴巴其實有啲新嘅項目，即係再重新。咁到底第三季依家咁嗰個業績係點呢？咁其實都我擔心比較係受市場嗰個預期或者市場個氣氛影響比較大，同埋第二樣。